無論你係準備開展一場期待已久嘅自駕之旅，定係讓你嘅愛車短暫休息，你嘅保時捷都面臨緊一次狀態轉換。咁要如何確保佢始終處於最佳狀態？今日我哋針對3種常見嘅春節用車場景，為你梳理一份詳盡嘅檢查養護清單。無論你嘅愛車屬於以下邊種情況，以下幾項都係關乎安全與健康嘅基礎必查項，我哋稱之為長途核心檢查。1. 檢查胎壓、胎紋深度、輪胎側壁有冇鼓包裂紋。2. 檢查制動片厚度，觀察制動盤有冇明顯起槽。試車測試制動腳感係咪堅實有力冇異響。3. 檢查遠近光燈、轉向燈、霧燈、剎車燈、倒車燈、牌照燈，全部點亮測試，確保夜間或者惡劣天氣行車安全。4. 檢查機油、制動液、冷卻液、雨刮水嘅狀態及液位。5. 使用專用檢測設備檢測儲電池嘅健康狀況同埋啟動電壓。電池性能下降，儲電能力會變差，仲要注意長期停放嘅車輛尤其容易虧電。6. 檢查三角警示牌、拖車鈎、打氣泵、補胎液等隨車應急工具設備係咪齊全可用？而家分別講解呢3種情況，可以根據情況直接跳轉到你感興趣嘅部分。首先，沉睡咗一段時間嘅波子將被喚醒，迎接長途挑戰。除咗核心檢查項目，仲要關注以下部分。1. 根據實際里程數或者保養時間進行相應保養。之前有做過關於保養里程及時間嘅介紹。油液長期靜置會氧化、受潮變質，建議檢查油液狀態，按規劃做好保養。2. 長期停放可能導致輪胎接觸地面嘅部分輕微變形失原，需要進行高速行駛測試，檢查是否有異常震動。3. 舉升車輛檢查底盤、懸掛、拉桿、防塵套等有冇破損漏油。4. 長期密閉可能會滋生霉菌，出發前更換空調格並進行一次空調系統深度清洗，車內空氣好聞啲，旅途心情都靚啲。5. 檢查測試所有車窗、天窗、摺疊後視鏡、座椅調節、中控功能等電子部件是否正常。6. 如果停放超過3個月以上，油箱中嘅舊燃油會揮發導致變質，建議更換新燃油，並且建議添加保時捷燃油寶。對於日常喺城市內使用嘅愛車，雖然狀態活躍，但係長途係另一種高強度考驗。1. 長途高速行駛對制動系統嘅依賴性高，需要仔細檢查剎車油含水量以及剎車盤、剎車片正如厚度及狀態。長途駕駛可能會遇到延綿山路、落坡路、泥路，對剎車系統係嚴峻考驗。2. 檢查車輛是否臨近保養週期，如果往返里程將接近或者超過保養間隔，建議提前保養，避免途中或者異地處理。3. 輪胎隨基礎檢查，仲要關注輪胎狀態是否有偏磨，必要時需要進行4輪定位，確保動平衡良好，避免高速行駛車身抖動。4. 進行冷卻系統加壓測試，長途高負荷運轉，冷卻系統係關鍵。檢查冷卻液液位，確保冇微小滲漏，最好提前放置備用油液喺後備箱。5. 對於配備 PTK 變速箱嘅波子，為確保其工作平順，要檢查變速箱油液情況。6. 檢查發電機工作狀態，為長途用電提供保障。如果你選擇讓愛車留守大本營，咁正確嘅存放同樣重要。清潔係第一步，徹底清洗車身同內飾，特別係車身側面同底盤泥沙。車身打蠟、鍍膜、貼車衣可以為愛車加多一層保護層。第二步，最關鍵嘅步驟之一，斷開儲電池負極線，避免翻嚟虧電打唔着火。第3步，保持車內絕對乾燥，特別係地下停車場，可以提前喺車內放置充足嘅乾燥劑，徹底清潔車廂內食物殘渣，必要時喺發動機艙放置驅鼠劑。最後一步，使用車罩，盡量避免停喺潮濕有樹膠鳥糞嘅環境。簡單總結，喚醒波子要全面深入，重點係輪胎、油液、制動核心部件。歷練波子要重視易損件同性能支持部件，重點係制動同保養。休眠波子要做好保護及預防，重點係儲電及清潔。對於保時捷呢種精密機器，我哋建議喺長途前及長途後進行一次專業檢查。
我哋擁有保時捷專檢 Peerless 診斷系統、原廠配件、金級技師，為你嘅出行提供可靠嘅保障。我哋深知保時捷車主對效率、便捷有極高要求，特別將門店分別設喺富華里同華發商都旁邊。喺購買年貨嘅同時，安排愛車進行春節前檢查整備，一次出門做好晒過節準備。最後，智運行提前祝各位保時捷車主新年快樂，龍馬精神！